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雅各书第5章第9节到第6章的第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音。圣经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。那么我们要问的是，什么是福音？什么是上帝的大能所代表的意思呢？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这样提到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或是外邦人。保罗接续的指出福音的工作。他说，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和他有合宜的关系，是起于信，止于信，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的人，将得生命。福音是建立人跟上帝的关系，是合宜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之上。我们提到的世人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引用了雅各书的经文提到，人跟上帝的关系就如同一对新婚夫妇一样，有着亲密的关系，并且这个关系是合宜的关系，如同雅各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。经文这样说道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你这女子中最美的家里，你的爱人哪里去了？请告诉我们，他往哪条路去，好让我们帮你寻找。新娘说，我的爱人到了自己的园子去了，花床盛开的凤仙花，他在那里牧放羊群，摘采百合花。我的爱人是我的，我是他的，他在百合花丛中牧放羊群。一般人说，情人眼中出西施，又有人这样说，自己的自己好，别人的长头诗。这是台语的成语，他说自己的自己好，别人的生啥不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自己的是最好的啊，别人的都不是，是最烂的了哈。一对关系合宜的情人，彼此是互相爱慕的，眼中除了对方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人。雅各书第5章第9节这样问道：这女子中最美丽的家里啊，你的爱人比别人更好吗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值得我们答允你的要求呢？这个眼中的佳偶有没有比较好呢？有没有比别人好呢？其实这是无从比较的。可能我们要这样说，这是最高级的问题，而不是比较级的问题。经文继续这样说道：新娘说，我的爱人英俊健壮，是万人中的佼佼者。他的头像金金，他的头发像波浪，像乌鸦那么黑。
他的眼睛像溪水旁的鸽子，用奶汁洗净，站在溪流边。他的两颊像花圃那样可爱，种满了香草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给没药汁润湿了。他的双手均匀，带着镶宝石的手镯。他的躯干像光滑的象牙，镶嵌的蓝宝石。他的双腿像白玉珠子，安在炼净的金座上。他的仪表像黎巴嫩那么的雄伟，像高耸的香柏树。他的口香甜可闻，他多么使人迷醉！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啊，他就是我的爱人，我的伴侣。虽然在热恋的关系之下，彼此都有赞赏、欢喜，那么基督徒如何跟上帝建立那种亲密而良好的关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透过复活的基督，人得以与上帝建立那复合的关系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更是一个合一的关系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记住我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。这福音你们领受了，并且用它做信心的基础。如果你们持守这福音，不是空空洞洞的相信，一定会因着它而得救。我曾经把我所领受的那最重要的信息传授给你们了，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又按照圣经所说的被他埋葬了，在第3天复活了。他向彼得显现，又向12使徒显现。以后他又一次的向500多个跟从他的人显现。这些人多数还活着，虽然有些已经死了。后来他向雅各显现，又向所有的使徒显现。最后他也向我显现。我好像是一个在不正常情况下出生的人。我在使徒中原是最微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迫害过上帝的教会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我才成了今天的我。他所赐给我的恩典没有落空，相反的，我比其他所有的使徒更加辛劳工作。其实不是我自己在工作，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一同工作。那么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使徒，我们都是这样传，你们也都这样信。因为复活的基督建立了他的呼召，在使人复活与上帝合一的关系之上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，赐下了救恩给凡是宣告相信的人。为了让人与他重新的复合，有亲密而良好的关系，这就是福音的目的，也就是整本圣经所描述救恩
最终的一个目标。诗篇第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诚的子民是多么的高贵，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了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，你掌握我的生命，你的赏赐多么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是多么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，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的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感谢主，透过福音的大能，使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亲密、合一而良好的关系。恳求主继续带领指示我们走在这个恩典之路上，与你更加亲近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